伫高雄乐宝清安宫庙方人员以及新桥的陪同，台南市婚姻同乡会理事长施超过，24号上午迎会春节期间所拔掉的2万外斤五谷大菇王，伫个大拖车的载运下，首先来到民生路的开基开山宫，向着保生大帝来进香，沿路上吸引不少民众的眼光。位伫高雄参了乐宝的清安宫主事清水祖师，每年正月初6，祖师爷圣诞，拢会举办乞龟的活动，而且龟王一档比一档性大，由原先的60斤，价档增加到6000斤、1万斤，到现在突破2万斤。而且今年同款是由着台南市婚姻同乡会理事长施超过来拔掉。咱乐宝清安宫吼，这只五谷大菇王，是咱当时是咱一个阿莲乡吼，一个老师伊拔了60斤，第一次参试伊是拔了60斤啦，当然第一档吼，互伊的家庭真顺遂、真平安，而且呢，重点佫会大赚钱，了后伊过档伊总甲咱这只大菇伫60斤的当中，直接将跳起6000斤，伊行完行6000斤，所以咱乐宝这只五谷大菇王是对60，跳起6000了后，就每年拢增加，安尼一直互这有缘人呢，来祈求，咱市长市长今年是连总第2档而且嘛祈求啦咱清安宫。咱清水祖师甲咱五谷大菇王当来庇佑咱市长市长伊的事业会当安尼成功大赚钱合家平安。第一档就甲咱的祖师个神君甲祈求你若对我倒来会使保庇关心我的人甲我关心的人拢会身体健康，家庭美满幸福。今年佫拔第2届，首先爱感谢咱祖师的疼惜，神君的疼惜，嘛感谢咱乐宝清安宫这主委，洪主委咱赵副主委，佮这委员，宜玲遮大家安尼甲支持。最主要是有甲神君讲嘛甲祖师讲，今年我拔着，希望关心我的人，甲我关心的人拢会赚大钱拢会赚甲有安尼龙年大发大事意理事长表示，去年拔掉是祈求所有关心伊、甲伊所关心的人身体健康。今年则是祈求大家会用赚大钱。目前大菇王暂时安置伫个西门路一段空军体院的宿舍边的空地，准备后个月要来放心布施，并且捐予市府转发送予有需要的民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